大家好，上集我哋灣區尋寶家就去咗荃灣呢一邊，由新鴻基地產開發嘅新盤盈駿嘅地盤現場度帶大家去睇睇嘅，咁亦都咧係客觀地分析咗呢一度嘅周邊環境啦。咁譬如話咧，佢要揾食店嘅話，其實唔過馬路咁計咧係好難揾得到嘅。咁但係去到現場，由於有公園啊等等呢一啲嘅配套啦，咁所以咧又比本身你係就咁地圖睇落去嘅工廠區咧要好些少啦。不過始終嚟講，如果你話喺呢一度有一棟住宅突然間放咗喺度嘅，除咗你話附近咧有另外一個嘅居屋屋苑就係上翠苑之外咧，呢一度真係仲係好個好廠區嘅感覺嘅。而對比起醉月亭嗰邊咧，亦都係爭咁啲啊！醉月亭嗰邊咧好明顯嗰個嘅住宅嘅氛圍咧會打造得好少少，因為人哋畢竟咧嗰邊嘅居住環境又或者咧係個商場方面咧都叫做有啦，樓居嗰度基座咧都有個細商場嘅。嗱，今次咧我就會咧帶大家睇睇啦，由樓盤嘅地下部分直接行到去荃灣地鐵站，到底實時去計時要幾耐嘅。嗱，之前我聽過啲傳聞咧，就話有一啲 YouTube 嘅博主咧係曾經都係做過呢個測試，不過咧就有造假嘅嫌疑。又話咧係10分鐘內就可以到呢個荃灣站等等啊！有人就話佢應該係撳熄咗嗰個計時器啊咁樣嘅。坦白講，我唔知呢個傳聞係咪真啦，因為我揾唔到相關嘅影片啦，亦都唔見有人討論呢一件事嘅，所以咧我就真係當一個傳聞咁樣聽咗就算啦。反正我自己咧就係由計時開始計咧，我就一路步行過去呢個荃灣地鐵站睇下要幾耐啊？係咪真係要超過15分鐘呢？還是有機會係15分鐘內都可以行到過去呢？嗱，另外想講講呢一個樓盤呢，其實唔少嘅啲知名嘅香港地產界博主呢，其實都比較少去到現場呢一邊嘅。咁其實根據我估計啦，由於呢佢哋都有接咗發展商啊呢一個樓盤嘅一啲贊助式嘅影片廣告啦，咁所以可能呢，喺贊助嘅影片當然係要提及一啲好嘅嘢，盡量唔好提一啲負面嘅嘢啦。咁另外亦都可能唔希望咧佢哋製作一啲影片咧係去到現場講，可能附近有啲咩嘅商鋪啊個環境啊，亦都係帶有不足或者係負面嘅一啲資訊嘅。佢哋每一個樓盤都可能去到現場嗰邊實地視察噶嘛。今次咧就真係冇乜發現有咁嘅影片啦。好啦，接下來咧我就由樓盤嘅基座，即係門口位置出發，亦即係咧去旁邊嘅公園啦，咁一路行到荃灣站，俾大家睇睇實際計時要幾耐。咁喺過程中咧，我都有一啲個人嘅睇法嘅。咁譬如話一路路經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咁由於嗰啲嘅地圖教我行嗰條路線咧就唔經商場，但我覺得現實中咧其實一定係會有人經下商場嘅，因為冇咁熱啊嘛。特別係呢啲5、6月份咧，其實行起上嚟都幾熱嘅。我覺得喺路途中有商場，一定係會經商場噶。好啦，咁咧而家就開始行啦。咁我當呢個係其中一個門口啦，我唔知係咪真係有嘅。根據 Google 地圖嘅顯示咧，若然我係步行過去荃灣西站同去荃灣站，基本上都係寫15分鐘左右嘅。咁當然實際情況都要根據路面嘅一個紅綠燈啦，同埋咧路上面多唔多人。譬如話有陣時天橋嗰度真係比較多人嘅，人多嘅時候一定會影響咗你步行嘅時間㗎。佢就建議我咧行到去荃富街，反而咧，我想講咧，好似呢個方向先至係有啲厭惡嘅嘢。另外一段我冇跟佢行嘅路線呢，就係我係入咗呢一個賽馬會德華公園嘅，而佢指示我呢，就係德海街嗰邊嘅。我覺得入公園又唔係9曲13彎，應該穿公園仲舒適少少啦。而正喺公園嘅東面嗰條街，亦即係而家畫面左手邊嗰邊呢，就係德海街，亦即係呢有3間大巴公司可以坐車返到去深圳呢邊關口嘅，又或者呢直接坐大巴去到中山啊、惠州啊等等都得㗎。咁當然咧，本身喺行去地鐵站嘅主路線上，我覺得咧，其實經熊貓酒店即係悦來酒店嗰邊嘅天橋，再直接穿過去咧，都係一個可以選擇嘅方向啊。
但 Google 上嘅顯示咧就為17分鐘嘅，實際係咪真係耐咗咁多呢？真係要行過先知啊！咁我呢度就話仲有5分鐘左右，但嚟到呢度我都唔使跟佢個指示，同埋有啲路段應該係人性化啲嘅。如果係穿熊貓酒店，再經過幾個屋苑呢，理論上就喺前排嗰個位置呢就可以出翻嚟㗎啦。穿屋苑然後直接去到荃灣站啊！頭先大家見我咧係穿咗入去千色店啦，咁其實呢個好正常嘅選擇。5月份天氣比較熱咧，肯定係有商場行入商場嗰度涼一陣㗎啦。正如正常選擇都係會行綠楊坊，再去呢個荃灣地鐵站，就唔會行左手邊嗰度啊，再穿翻天橋又要露天咁樣熱住入去嘅。嗱，剛才提到人性化嘅意思咧，就係啲地圖嘅指示咧就死嘅，可能佢盡量揀一條最快嘅路線俾你，但係正常人係會行翻一條舒適少少嘅路線，有冷氣嘅地方肯定係穿商場有冷氣涼一陣嘅。特別係5至9月啊，香港都幾熱下噶嘛，你咁都唔入去商場係唔可能嘅事嚟嘅。好啦，到地鐵站啦，睇先，12分鐘3，咁我計呢度已經入咗地鐵站噶啦。我都幾快喎！比佢 Google 講嘅時間快啦，你預我就係我腳步行得比較快啦。咁另外想講聲呢，雖然12分鐘幾呢都算係一個幾快嘅時間嚟嘅，不過實際上好似我咁行呢，肯定係好熱嘅，特別係8月啊、7月呢啲時間啦。咁所以注意翻，其實呢段路呢，你要行過嚟地鐵站係辛苦嘅。好啦，大致上就咁樣啦。最後咧就嚟翻個少少嘅總結啦。咁呢一個項目最大嘅賣點唔使講噶啦，新鴻基開發，而且新鴻基嘅荃灣真係好多年咧都冇樓盤去開發過出嚟。喺20年前，同樣喺廠區嗰邊有一個雀悅亭啦。咁另外再數耐少少咧，就應該係全景花園同埋荃灣中心啦。嗱，對於新鴻基起出嚟嘅產品起得靚呢，其實應該就係必然嘅事㗎啦，即係呢個唔需要懷疑嘅。不過周邊嘅環境呢，就的確係會扣咁啲分啊。將來喺佢樓盤環窩仔街對面嗰啲鋪會唔會轉型做其他嘅啲商鋪呢？暫時未知。但係現時行落樓望見呢，的確係有少少岩巉。再加上呢一個廠區嘅位置呢，如果對比起現時雀悅亭啊、羅湖居嗰邊呢，又的確又爭緊些少嘅。雖然都有個公園仔啦嚇，即係加翻啲分咁樣。整體嚟講，環境呢就真係唔算非常之理想嘅啫。行去地鐵站當然亦都係稍為遠啲啦。而且最重要嘅係全程會幾熱下。而另外一個問題呢，就係佢個定價都真係幾貴下㗎。嗱，單位最細嘅面積係273尺咁計啦。其實佢一房單位呢係講緊啊461.5萬入場啊，單價平均計都要17,177。有人就係話呢，佢貴過當年呢海之戀開賣嘅啊，不過就此一時彼一時啦。咁始終冇辦法呢，攞當年嘅海之戀嘅價錢去比較嘅。貴還貴啦，追捧者亦都係唔少噶。啱啱第一陣開售咧，就已經係售出咗154伙啊！11組嘅豪客咧，各自掃咗6伙，哇！真係好誇張。呢啲豪客咧，大手筆咁樣去投資啊！嚟緊呢一個盤仲有大概300套左右，佢嘅銷售情況會係點呢？大家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講講啦。今集如果咧係對迎進呢一個樓盤感興趣，唔需要揾我哋啊。但係如果有裝修、軟裝、買家私，又或者喺內地呢一邊有一啲單位要裝修嘅話，都歡迎你聯絡我哋，向我哋查詢一下㗎。